我是本季第2位挑战歌手的音乐合伙人，我叫张德兴，谢谢。我们家这位歌手呢，他是一位已经40岁的资深歌手。他当年呢，凭借着第1张专辑，就拿下了香港4大音乐颁奖礼的全部最佳新人男歌手的奖项，厉不厉害？他当年呢，出道仅仅8个月，就在红磡体育馆开了自己的个人演唱会，厉不厉害？他当年呢，被称为张学友的接班人，厉不厉害？但是他希望从今天开始，通过这个舞台开启他的现在。他接下来要演唱的这首歌曲呢，来自于他之前的一首成名之作。他说这首歌10年前唱的是情歌，现在唱的是自己。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，请出今天的挑战歌手侧田带来《命运》。命运。200年後再一起，等荊棘滿途全枯死。看戰是多悠長，亦決心打到尾。反對就反對，亦都跟你愛下去。猶如在大戰炮火裏，毫無懼色衝過去。誰狂怒，誰攔路，誰話我共誰不登對。無能力與霸權比賽，還是可比他多老幾歲。200年後再一起，應該不怕旁人不服氣。團圓或者晚了20個10年，仍然未捨棄。換個時代再一起，等荊棘滿途全枯死。這盼望很悠長，亦決心等到尾。我等得起，先信了情不對，未反擊過，以後再寧憑着耐性與骨氣，維持自尊撐過去。誰強人，誰長壽，誰便算勝利，擊不碎，仍然共你企在這裏，捱着等身邊指控死去。200年後再一起，快問我旁人不服氣，誰人又可控訴20個10年，仍然未捨棄。換個時代再一起，等荊棘滿途全枯死。這盼望很悠長，撐到尾。
這晚了也個10年，仍然未捨。用過時代在一起，身邊的滿路全呼聲，這盼望很悠長，這盼望很悠長。就算係咩話失憶，都爭口氣，從旁保護你，頑強地等再過也個10年，等整個世界換風氣，力竭還是在一起，這種堅決無人可比。看戰是多悠長，亦決心打到尾，亦決心打到尾。心不，我的心不死。谢谢乐队。太强了吧！这首歌10年后我们再听，里面充满了他的故事和回忆。今天的竞演到此就全部结束了。他们2位不是说都很像吗？很像。ой, мен читпеймін ғой бұл кісіге деп айтшы. Жол үлкен ғой, жасы үлкен, жол үлкен. No. I think you have a beautiful face, wonderful voice, and perfect skill. You know what? That's my point Thank you, of you. thank you, Yeah. thank you. You're my favorite singer. Thank you. 今天是第3轮的第1场竞演，欢迎逆战归来的林志炫和接受挑战的侧田。欢迎炫哥，欢迎侧田，谢谢。志炫重新回到这个舞台，什么感觉？就许下了一个心愿，我开了9首歌的歌单，希望可以全部唱完。又是有备而来。我觉得能够来到这个舞台很满足，真的很满足。